拜上帝。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伊的长袍垂落来，盖满圣殿。伫伊的周围有西拉边天使徛底守候，因彼此呼应：圣在，圣在，圣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三个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10首，
圣诗110首。我若阳光尊贵以及关世，智慧关灵流传直到万世。一切荣耀归伫得胜的主，天国宝座免流是伊所有。圣诗110首，咱起立三个来吟。咱犹原确定，三个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许多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
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掀开圣诗后面启文第63，1115页。启文63，咱大家来体信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古早人因为这个信，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对信，咱知宇宙是对上帝话创造的。咱看会到的是对看袂到的来做的。对信，阿伯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对这个信，伊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做义人。虽然阿伯已经死，通过这个信，伊还在讲话。对信，伊若无经验死，是有牵线去上帝遐。人无搁看到伊，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可是伊会互找求伊的人，必定报赏。对信哪啊对也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存敬畏的心，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对这个信，伊顶世间人的罪。搁吩咐这个信，伊听做伊的假信。对信阿伯的汉受调去，要承受最产业的地时。虽然不知要去倒位，要伊有顺派出去。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清明节会当甲亲人家族三甲做伙敬祖，怀念祖先所留美好的基督信仰，互阮会当一代传过一代，友好父母，孝念祖先，敬拜天父。当阮伫清明追思讲起历代祖先亲人逐项得到阮怀念的事业以外，佫较袂当袂记天父上帝满满的恩典。祝你10条诫第5条诫命，也是第1条带应允的诫命，着友好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到久长。亲爱主，这是阮台湾受到地震影响，侪所在发生严重灾害，造成死亡、厝体毁坏、山崩、路断，抑佫有人失踪在抢救中。阮为这块土地诚心祈祷，求主怜悯过往的人，主你会听，甲因遗族三甲地地，大大祝福抢救灾害的人，互因会当平安顺利，佮保守一切志工为爱付出关心的人，也互政府国军会当迅速抢救灾害，早一日恢复正常。感谢主，这是阮安静伫主面前敬拜，求主圣神降临甲阮同在，通过牧师宣扬主你活命的话，互讲话听的平白得到祝福，
祈祷感谢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赞美请顺序。咱感谢有用技术用诗歌带咱来学了主，讲授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11章17节到46节。约翰福音11章17节到46节。约翰福音11章17节，咱来看，我来读。耶稣到的时，列撒罗伫梦里已经4日啦。伯大尼近耶路撒冷，3里约量5里，
有犹太侪人已经就近马大马利亚，要为着因的兄弟来安慰因。马大听见耶稣来，就去治医。玛利亚悠然坐伫厝内。马大对耶稣讲：“主啊，你若伫遮，我的兄弟就袂死。我当也知，既然你对上帝求，上帝要予你。”耶稣甲伊讲：“你的兄弟要过我。”马大甲伊讲：“我知，末日过我的时，伊要过我。”耶稣甲伊讲：“过我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罔死，犹旧要活。既然活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信即个吗？”伊甲伊讲：“主啊，是啦，我已经信你是基督，上帝的囝，就是来入世间的。”28节，讲煞就倒去伫暗中，叫伊的姊妹玛利亚讲：“先生来啦，在叫你。”玛利亚听见，紧紧起来，去就近伊。迄节耶稣也未入乡舍，也伫马大治医的所在。遐个甲玛利亚伫厝内伫安慰伊的犹太人，看见伊紧紧起来出去，就缀伊拍算伊要去蒙里啼哭。玛利亚到耶稣所踮迄个所在，看见伊就拍伫伊的骹下，甲伊讲：“主啊，你若伫遮，我的兄弟就袂死。”耶稣看伊啼哭，阁起来，伊三角来伫犹太人也啼哭，就真切心，阁大如乱讲：“恁会伫什么所在？”伊就甲伊讲：“主啊，来看。”耶稣流目屎，犹太人就讲：“你看。”伊听即个人到安尼。其中有诶讲，伊捌开生物人诶目睭，减袂互即人无死嘛。耶稣阁切心到网里，迄个网是石洞，有一块石塌咧。耶稣讲，刷开迄块石。死人诶姊妹马大甲伊讲：“主啊，打草啦，已经死4日啦。”耶稣甲伊讲：“我减无甲你讲，你若是要看见上帝的荣光吗？”因就刷开迄块石。耶稣举目向天讲：“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知你常常听我，独独我讲安尼，是为着周围伫徛的众人，互因信你找我。”讲煞，一大声吼叫讲：“列撒路起来！”死人就出来，手骹十步，骹手10步，面包紧。耶稣甲因讲：“透开，互伊行。”45节，就近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耶稣所行的代志，侪信伊，独独其中有诶去找法利赛人，将耶稣所行的代志，甲因讲。以上，愿做话诚侪咱的帮赞。讲到今早起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过活甲生命，来继续来听。录音下载，大家平安。人有4日即个国定的连续假期，毋知影咱伫即4天中间，咱敢有得到真好的休困，无论是咱的身体、身躯，也是心灵。咱常拢听人讲，休困是为着要行更较长的路。
所以讲咱以后若有即款固定假期的机会，虽然讲咱在座可能有袂少的兄弟拢已经退休，但是望讲咱会当感受即款一个假期的气氛，也互咱借着即个机会，咱会当透过无论去郊外行行，也是讲你就伫厝内安静，也是讲你有安排啥物活动，互咱拢会当找着机会，会当身体、身躯、心灵有好诶休困，互咱重新得到快乐。我想，即款重新得到快乐诶体验，就是国外诶体验。亲像讲，咱经过即个连续假期已经经过3日，今仔日是最后一天，望讲咱会当体会到即款心灵重新身体心灵重新来恢复，重新有一个重新出发的快乐，来迎接明仔新的一个礼拜。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暗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你是有大权能，你也有丰盛的主爱。你听阮，你也互阮会当伫4天连续假期的中间，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找到机会，身躯、心灵拢会当得到好的休困。但是主啊，阮常时也爱为着4月3号花莲大地震所受到影响的所有阮的同胞，恳求上帝你守赐因安慰，守赐因勇气，佮互因会当伫中间的过程中间，会当得到对主你来的快乐，也求主你带领保守遮个救灾的遮个救难的人员，互因伫救援中间的过程中间，拢会当得到主你保守，会当有安全，佮会当发挥因的才能，会当帮助遮个受到地震影响的同胞。主啊，阮恳求主你也守赐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做工，互阮对伫圣经信息的分享中，你亲自向阮讲话，互阮会当有你的话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得到快乐，得到勇气，得到信心。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主你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今仔日有读到一节的圣经经节，约翰福音11章25节。我想这是咱真侪基督徒真有印象的一节经节，尤其伫告别礼拜，也是安慰礼拜，也是追思礼拜，常常会念到即节，就是约翰福音11章25节，耶稣甲伊讲，佮我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讲死，也有救灭我。即句话是对马大所讲的，因为马大的兄弟耶撒罗死去啊。伫过去这2000年以来，我想约翰福音11章25节，这段耶稣所讲的话，带予真侪伫悲伤中间的基督徒重新得到信心甲望，因为这是耶稣应允咱肉体死亡了后的性命。但是实际上，这句话不只是指人的肉体死亡了后的永远活，这句话也是提醒咱遮的活着的人，
就是耶稣对死，搁我带互咱即个时阵，即个所在，伫咱的心上，是互咱会当活出新的生命。就亲像拄耶牧师所讲的，咱爱把握每一遍会当休困的时机，互咱身躯心灵有好的休困，互咱会当行搁较长的路，也互咱会当得到一个生命归零的机会，互咱重新出发。每一日拢是新的一日。留意下这，讲到死，讲到死亡，咱爱知影，对伫死亡的定义是对着时代的改变。咱知影过去认定死亡是按啥物？呼吸停止，心跳停止，伫过去就是宣布死亡，对无？伫过去几若十冬以前，咱即马所讲的乌卡，但是咱即马电视讲乌卡，佫会安怎？佫会去病院做急救？为虾米？因为上重要的，因为咱即马现代医疗进步，咱即马会当靠着即个机器，就互人会当医治人的呼吸、呼吸甲心跳。所以咱即马对伫人死亡的定义，对伫科学顶面，对伫法律顶面，咱有增加一个名词，叫做脑死。脑死伫即马就会当通常咱伫看到即个新闻内底，也是真有可能咱中间嘛有兄弟有捌拄过即款的情形，就是当一个人脑死了后，医生就会问家属，讲敢要继续维持生命。通常拢会建议讲，既然已经脑死啊，就爱做一个决定，这叫脑死。所以死的定义是会对着时代来改变，会对着环境的变化来改变。我会记即叶牧师以前伫病院，迄是实。病院拢爱用 BB 扣来看到迄个简讯，有一个即个数字，哇，爱紧赶去病房，因为有人过身啊，有患者过身，然后冲去，但是咧看到现场是安怎，机器继续喺放咧，人继续安尼，伤口搁上下在动，你用古代的定义，伊搁有迄呼吸咧，就继续伫遐放，机器继续伫遐放，但是医生讲这已经死啊！我会记得迄是一个对伫我本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学习，所以有体会到死亡的定义，对伫科技发展、医学发达，对伫时代改变，对伫环境的变化，死的定义，就算普通人讲到死，也有无共款的定义。但是对伫咱基督信仰来讲，咱敢毋是也对死有无共款的定义？当然，其实教会话嘛共款，说生不如死，也是行尸走肉，这拢是对伫无共款的处境。对伫无共款的定义来讲，一个人是死也是活，所以行尸走肉是啥物？你嘛照食、照放、照困、照爬起来，但是咧，你每一工你无啥物感觉，你每一工活咧袂输是无精神共款，你干那是为着食。为着困，为着行动，
但是你毋知影家己喺创啥，所以咱讲即款的情形就是行尸走肉。但是尤其对咱基督徒来讲，咱的信仰中间对伫死也有无共款的定义。咱讲死伫十字架顶，耶稣钉死十字架，死伫十字架顶面，但是耶稣搁活。所以当咱讲耶稣钉死十字架，伫十字架来死，即个死的定义，即甲普通的人讲死无共款。所以保罗伫加拉太书2章20节讲：我已经甲基督同顶十字架，现在活伫的，无过是我，是基督活伫我内面。即马活伫的，无过是我，是基督活伫我内面。这就是死伫十字架，就是咱的性命透过咱信主耶稣做咱性命的救主，咱的性命，咱迄旧的我已经死啊，甲耶稣做伙来钉十字架。但是耶稣基督搁活，所以咱透过主耶稣基督，咱甲伊做伙来搁活。即马活咧，咱是活伫基督内面，这叫做死伫十字架。所以咱对死有无共款的定义。旧的我已经钉死十字架，但是即马的我是伫基督内面活，即个基督活伫咱的内面，因为基督已经搁活，咱有新的性命，所以咱也活伫搁活的中间。所以即马活的乃是基督活伫咱的内面，同款的，即马咱活的也是活伫基督的搁活内面，所以咱莫阁讲，咱是袂改变的，莫阁讲对啦对啦，但是我安怎安怎，这袂当做咱的理由。当然，咱爱承认人的不足，但是无代表讲你知影的迄个好。找做理由，我就是安尼啦，我个性就是安尼，我生出来就是安尼。咱知影咱是软弱的，咱知影咱的不足，咱知影咱无办法100%，但是咱若放弃即个望，我明仔比今仔搁较好，望即个新的我是甲耶稣基督哪来哪成。咱若放弃即个望，安尼，亲像多多所讲的，就变转去旧的我活的，变做行尸走肉。所以旧的我已经死啊，咱即马的性命是甲主耶稣基督做伙搁活的新的性命，伊互咱有一个机会，每一天拢是机会，每一天拢是咱会当活出更较好的性命的机会。第二个，咱基督信仰重新定义的死亡，死就是洗礼的死。都在讲钉十字架死，过来是洗礼的死。这就是保罗伫罗马书6章第40到第5节所讲的。伊讲：恁兼毋知影，咱受洗礼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伊的死吗？所以咱照着洗礼归入死，甲伊同埋葬，为着是要互咱过新生命的生活，
亲像基督照着天父的阳光，对死人中搁活一样。咱知影为什么有的基督教会的教派坚持爱浸礼？因为浸礼的动作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毋是讲顶礼拜有一个我熟悉的即个其他教会的青年，伊讲伊有熟悉一个真耶稣教会的基督徒，规工甲伊讲，恁点水礼、洗礼无准绳，爱原即款浸礼较准绳。我甲伊讲啦因为因迄款基督徒拢讲福音书安尼记啊，爱浸礼啊，毋是点水礼啊，对无？加洗礼约翰是浸礼啊，甲人加洗礼浸礼啊。我讲，若照伊即种讲法，伊敢有走去以色列去约旦河来洗礼？敢有？安尼敢是无准绳？浸礼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当你浸礼的时阵，规个人落去水内底，互你经验到一个受洗归日死的经验。咱知影浸落去水内底，这是啥物？强要淹死啊啦！迄个意义就是甲基督同死的经验，然后当牧师行洗礼的牧师将你的头无搁离你的头的时阵，你就爬起来，你经验一个重生的经验。其实这是浸礼的动作足重要一个象征的意义。所以浸礼嘛是一款象征，咱的滴水的洗礼嘛是一款象征。莫阁讲圣经讲一定要浸礼，因为咱无可能大家要洗礼拢坐飞轮机去以色列，去约旦河，去真正伫遐离落去水内底，讲这是约旦河这遵照圣经，这较准绳恁拢无准绳。咱基督徒，咱莫有即款的习惯，规工讲别人是假的，你才是真的讲家己是真耶稣，大家别人拢是假耶稣，咱袂当有即款的心态。但是咱爱知影洗礼的象征意义，就是当咱伫洗礼的中间，咱心内要有迄款的景象，就是规个人落去水内底，然后佫爬起来，迄款死经历基督耶稣死佫活的经验。旧的我已经死，但是透过洗礼，我归日死，但是甲基督做伙佫活。这就是洗礼的死，定时的死，甲洗礼的死，其实是相关的。这拢甲主耶稣基督的佫活是相关的。所以重要的就是咱即马活的，咱是甲主耶稣基督佫活的主耶稣基督做伙活出佫活的新的生命。不过，讲到佫活甲活命，咱爱知影一项代志。这个文化人类学家 Ernst Becker 有写一本册叫做《否认死亡》（Denial of Death）。否认死亡。这本册内底有点出，讲死亡是咱挥之不去的想法。所以咧，人通常若毋是故意要去想这项事，若无就是去否认伊。若毋是常常故意要去想这项事，
若无就是去唬人伊。所以真侪人，甚至有的人有真侪的财产，但是咧，伊坚持无愿意立遗嘱，活着的时阵无愿意去立遗嘱。为什么？破价。哦，讲到即项代志，讲破价啦，莫讲。但是咧，若真正迄天到了后，哇，问题一大堆。也是另外一款咧，这可能大多数的人拢安尼。有真侪人特别注意家己的人的安全，注意家己的安全，这是好。但是不计代价，要互家己毋免去面对任何的风险，这就怪怪啦。不计代价，要互避免家己去面对任何风险，所以咧，我煞无爱出门。讲出门危险啦，骑乌托摆危险啦，坐车危险啦，行路乌托摆冲来冲去危险啦。啊，伫厝内底，但是咱知影吼，咱在座吼70-80岁以上的吼，咱的即个兄弟，咱爱特别注意。咱知影咱老大人上济出意外的所在是倒位？你厝内底啦，拢是厝内底啦。你秘伫厝内底，结果真侪老大人受伤，拢是伫厝内底。所以为什么咱鼓励咱的长辈，有机会找机会就爱出门爬草，这是上好。有出日头出来晒日头，若有人陪你，你就把握机会，出来行行的。啊，当然，这可能叶老师嘛有分享过，上安全是啥物？来到教会。教会是上安全的，这嘛真的咧，咱真侪长辈，拢会跋倒，但是咱伫教会跋倒的机会有啦，咱的楼梯爱特别细致，无讲真老的，听讲前几个月捌伫咱楼梯跋倒，所以楼梯爱特别注意，所以有人会当扶，来找较臃肿的来替你扶，但是咱。礼拜堂实际上是一个真安全的空间，这拢无愿意去面对，也是去唬人，这拢毋是一个健康的心态。为什么？咱若透过唬人死亡的态度来活，往往变做啥物？你规工伫遐想。你就算去唬人，但是即项代志犹原存在。但是你惊，所以你唬人，变做反倒转无办法真正享受你的生活，因为无形中间咱煞互惊吓来控制你，所以咧，你愈惊即项代志，结果到后来你煞去互即个惊吓本身。来控制你，变做你无办法好好啊享受即个你的生活，享受生命。但是咱爱知影，咱基督徒透过信仰，实际上咱拢对伫即款唬人死亡的中间，咱伫着讨伐。这个为什么真侪？无信主的人参加第一遍参加基督教式的个别礼拜了后，拢非常的感动。讲恁基督徒真奇怪咧，即个无信主的人，伊讲阮伫遐呢，轻轻锵锵礼数一大堆，献算一大堆，惊要害，办丧事的时阵惊要害，啊，恁基督徒大家拢足平安。然后，拢毋惊啦，反倒转不止毋惊，反倒转恁是用真平安、平静
来面对。因为咱已经对伫好人死亡即款错误的态度中间，咱去着讨棒。因为咱伫认主耶稣基督做咱性命的救主的迄个时刻，咱知影咱迄个旧的我已经死啊！咱即马活的是对伫主耶稣基督搁活的性命来的，所以你我所有的基督徒，咱拢经验过死亡，因为咱对伫死亡有认捌，所以咱会当专心注意，咱要怎样来活出咱新的生命。这就是咱基督信仰对伫死甲活的态度无同款。咱已经经历过旧的我的死，甲主耶稣基督同顶十字架，但是咱新的我，甲主耶稣基督做伙来搁活。咱经历着死，咱对死有重新的认捌了后，所以咱会当好好来活。当然，咱专心注意，咱听惜咱即个新的生命，专心来活，要好好来活。这无代表咱的生命的中间，咱就是追求享受，咱毋是追求家己活啊舒适，也是讲你追求享受，毋是，因为咱的信仰毋是鼓励咱享乐，咱毋是享乐主义。咱活的毋是只是为着享受，为着宴乐，为着佚佗尔。咱基督徒专心注意咱的生活，就是因为咱活伫基督内面，基督活伫咱的内面，咱也活伫伊的内面，就是咱正做上帝忠心的奴仆，咱为着上帝天父上帝的旨意成全，咱来活。所以咱爱分享信仰，所以咱参与伫教会逐项的事工，因为咱知影上帝旨意成全，这是咱活着的意义，因为咱经验着上帝旨意成全，咱得到真正的欢喜，真正的欢喜。然后咱通过服务人，咱会当运用咱的恩赐来服侍上帝。所以咱因为有即款的机会，咱得到欢喜。然后咱靠着上帝的疼，所以咧，咱会当得到勇气。来面对生活中间，做咱感觉原本你感觉这个代志，互你伤心，互你失望，但是因为咱有上帝的疼，天父上帝的疼帮助咱，互咱有勇气来面对，所以咱当活出生命的意义，真正。有勇气来面对，这就是一款生命真大的进步。你去否认做你生活中间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总是到后来拢会出现来影响着你。但是你至少有迄个勇气来面对。就算讲你无办法镇压生活的现实，但是咧。至少你到后来，你讲我已经努力了，我已经努力了。真侪时阵就是即款，你伫心中有一个声音甲你讲，我已经努力了。然后咧，就算你伫别人眼中你是失败，但是
你虽败犹荣，虽败犹荣。所以来留下这，留下这。耶稣讲，伊就是国活甲活命。伫咱认主耶稣基督做咱性命的救主的迄个时刻，咱的性命已经经历着基督的国活，咱也有迄个活出新的我的机会。所以，咱爱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款式，互咱会当经验着基督内面的生命。相时，咱会当经验着亲像保罗，我活地，无过是我，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的。所以，伫国活节的了后的第一个礼拜，愿咱会当定心来明白，就是因为国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咱通活出全心无共款的生命。所以每一天，咱拢有新的一天，每一天也是咱会当活出甲基督耶稣哪会来哪相像的机会。所以愿咱有信心、勇气，活出每一日。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国活节了的第一个主日，你透过圣囝耶稣，互阮定心思考国活甲活命的意义。天父上帝啊，你透过圣囝耶稣，互阮会当认捌你的疼，也透过阮将圣囝耶稣做阮生命的救主，阮经历甲伊同款死搁活的经历。你互阮会当，互迄个旧的我，甲圣囝耶稣做伙定十字架。但是你搁我的关联，也互阮重新活出迄个新的我。但是主啊，阮是软正的，阮靠阮家己，也是永远无够，所以恳求天父上帝，你手持圣神的气力，互阮会当面对逐项的代志，有信心、有勇气，互阮无因为社会现实，互阮灰心丧志，反倒等因为有主你圣神陪伴阮，伫阮内心来做工。你予阮面对任何的代志，拢是用仰望信心来面对。主啊，求主你帮助阮、扶持阮、带领阮，伫阮生活的中间，你的圣神也指点阮，互阮知影每一步爱安怎来行。求主你帮助，求主你看顾。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通过主的话，互咱真好的勉励，应答上帝的话。咱大家来吟圣诗595首，圣诗595首，有阮世间是迷路。加载我有主耶稣，你是面是引带我，是阮救我高引我，主啊，带我经过风烟甘雾，由你显出大仁慈，带我到平安的厝。圣诗595，咱起立，大家来。
坐，即时咱要来奉献，咱请秋妹执事、于洋执事来书献。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欢迎新来朋友，咱较等请牧师来介绍。报告事项，咱看第一，本主日是总会所定教会学校纪念主日，请咱兄弟为着台湾基督教教会所属大专院校，甲着中学所会举办办学，甲着教学需求关心，甲来带导。第二，咱即个礼拜六早起10点，是咱教会第4月份的插会班，请若有报名要上课的来准时来出席，也请咱兄弟姊妹为着插会班的时间来带导。第三，每个礼拜5的暗时7点半，是咱教会查经祈祷会。目前因读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以有所书，请咱教会兄弟拥有参加。第四，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家庭咧举行家庭礼拜，兄弟请来答牧师，也是教会董事以便来安排。第五，后礼拜主日礼拜题目是军队耶稣脚步。经文甲经节，咱家己来看。祝贺活动，咱的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圣乐队练习是早起8点45，查经祈祷会是拜5暗时7点半。咱每个月第1礼拜是插会班早起10点。顶礼拜查经经节，佮出席奉献，请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咱会过节来更正。圣讲的事项，咱即礼拜交代是文良兄甲连宗兄，草尾我本人清扫是联谊长老。后礼拜讲道是叶牧师，书会是秋妹执事，书琴是牧师娘，领唱是我本人，书写是于洋执事、民兵执事，交代是宴庆祭，插花是插花班，清扫是下坡祭。咱来看即礼拜的金句。耶稣甲伊讲：“过我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猛死，也要顾买我。”来，咱三个斗阵来读。耶稣甲伊讲：“过我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猛死，也要顾买我。”耶稣甲伊讲：“过我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猛死，也要顾买我。”耶稣对他说：“故我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1章20节。
即时请咱大家游玩这地，用讲述来互相请安问好，来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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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大家平安。我相信咱即届的清明假期，我牧师讲有佚佚佗无？我想咱大家拢，我即时间拢行到拢困袂去。暗时拢有地动哦，真经哦，我拢为恁祈祷，拢互恁好过。拄仔来，我来咧咱教会，我第一个我都去找我们教会的地质、地理专家，我们的叶教授，我就咧问伊讲，是安那迄个即个沙坑道步道吼，迄足水的。啊，还有一个小追路步道，我就咧想讲，啊，即个路是安那咧行安那无开啊大条咧，互大家较好行咧。吼，啊，就像伊讲安尼，你若看卖，你安尼用个凹落，就耐到里面，啊，变种都无支撑点，就规落合落就地死。吼，然后，所以我即个疑问就得到解答。啊，搁一项，即届迄个岛天王星，旧年阮去花莲旅游。就是住伫对面迄间迄立祥大饭店，就是迄间哦，旧年啦，毋是今年，旧年迄间足歹摸去，哦，我们就给他1星了，真的是负评，真的是，虽然是很便宜了，但是都摸去就对了哦，因为它靠近东大门嘛，好啊，所以足方便的，夜市也足方便的，嘿，啊，拄仔无师傅讲过咱。啊，拄仔迄个之前嘛有讲，咱即仔吼年纪有了，所以一寡较悬的山吼，我们就量力而为，吼，莫讲啊，我即仔退休啊，我足侪退休的人吼，一寡朋友拢成立什么登山社啦，什么什么社呢？哦，我年轻没有爬过的百岳啦，我要来完成啦吼。你看即届真侪吼，受伤的人拢差不多，拢60、70岁啊，咱即个年纪这吼，所以正经。自己量力而为啦吼，咱这附近行行就好啊吼。安尼实在是这礼拜，靠，佮上重拄仔之前嘛有讲，加在这个代志是发生伫清明节的连续假期前一天。今仔日若是发生伫3号、4号、5号、5号、6号，你看卖，迄个步道啦，遐个偌侪人，然后饭店啦什么啦。遐个人，你看去花莲，就经过偌侪人。遐个人，你看，这嘛是爱感谢主吼，就是不幸中之吼，大幸安尼。即个代志先发生，安尼互人乱，无会当，咱会当想象，迄个步道绝对是哦，花莲以前是我足介意的所在，真仔吼，我拢跳过人过，拢直接对台东去啊吼，因为一寡景色拢破坏掉了，吼，七星潭遐。一寡美景哦，都人工化啦，不然就定制厂。愈来以前是伫外海，现在愈来愈近，拢到近海，都破坏了美景了吼。即我嘛来讲一个安尼，阮清明的迄个扫墓吼，阮家族拢是固定4月初4清明节7天。阮即届扫墓拢差不多40、50个啦，所以啊，阮囝，我的老二，第2个儿子。他是比较因为职场的关系，他受的所谓的 SOP 啊什么那的，你就看到那个新闻报道讲啊，这个最近还会有山崩哈，最好不要靠近，不要去山里面那里，然后就赖给我，说爸爸，那个明天的那个清明节，我们是不是要延期呀？这样子，我想讲咱这是咱家族，这不是拢跟咱家己要佚佗的哈，家族这个没有这个大家拢约定好了，啊。那他就好，到了晚上，他就回了给我说：“爸爸，基于安全考量，明天我还是不去，哦，啊，请你们小心啊，那这样子。”啊，我想说，啊，做爸爸的嘛是讲，好啊，你去年就因为那个疫情也没有参加了，啊，这一次又这样子，我现在是跟他想讲，要安怎来找话来安慰我的妈妈。就友好你的老爸老母，和生你的老母快乐。我妈妈拢会烦恼讲啊，什么人无来，啊，我都要编个谎言哦。
伊都有代志啊，无影响安尼。哦，就好，就放在这样，就困去啊。困去了后，见天刚早起，就看到阮囝赖来，有3则赖，最后3则赖，然后显示第一通赖就是爸爸开车注意小心呐、我现在就想说，注意小心，爸爸都要去了，然后发生事情，我的儿子不在我的旁边，你个站边，我愈看愈气，我就已读不回，不读不回，哦，真的有，这爸爸那时候有点点。就不读不回了哈，然后就直接就开到山上的时候，那看到阮新妇啦，我想奇怪，这个足明显个，就阮新妇啊，那咪咱无伫边啊，敢有可能敢阮新妇家己来，伊无来，佫变门佫歹势门，到尾挡袂着，恩迪呢？他说恩迪在阿门那边，我们那分开两边嘛，在阿门那边帮忙，我整个心才放下来。整个就是我们一样，就是扫完墓就到那个餐厅去吃用餐那里，回来才把它打开看。他3则，第1则说：“爸爸早安。”第2，明天我还是会去。第3，开车平安小心。所以说你看，有时候我们赖讯息还是要全部看完，不然那种狗会江老师我的赖给你你就要全部看完，不要只看一半。所以有担心就很重要的代志就查找人看了，我就不看，然后回到家里才说，第1条，爸爸早安。第2，明天早上我还是会去，开车小心。我才跟他回说，按赞，然后说，你们今天的表现很好，你如果不看的话，就误会我小孩子真的是，就是讲，我为你讲就是讲，就互你的老爸老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这是要甲大家分享的吼。咱嘛真感谢祝福咱大家拢平安。你毋知厝内底毋知有影响着无？阮兜是大家楼，你毋知拢大家楼无？家楼我起来时，我种当做阮楼骹咧，阮楼顶咧整修，伊拢会哒哒哒哒哒，我阵仔哒哒哒哒哒哒，真奇怪，即个哒哒哒奈无声，奈叮当，佫踮咧微微，叮当咧，起来，种开始左右都徛袂牢，真的是徛袂牢，停一下，咱普通想害一下就会停个对。伊即敢是，我伊来，我的鱼肚啦，加在我的鱼肚水到一半呢，然后加在是拢无啥物危险，阮都加一寡坑仔落个。正经是这个讲正经拢暗时拢暗时都有地动都还是有，所以说你睡的地方上面小心有什么柜子之类的想我听江老师说他的朋友柜子就在他的床铺旁边，那真的是很危险那个都要把它避免了。真多甲咱看到大家平安啦，这是感谢主的代志。好，咱来吟煞尾篇的诗395，圣诗395，至圣天父，我感谢你，受你因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宝贵，打伫洗清，咱三角来念。
咱就爱伫生活的中间，时时刻刻爱会记着，就是咱即马活，是因为咱旧的我已经甲主耶稣同顶十字架，咱也透过咱认主耶稣做咱生命的救主，透过咱领受洗礼，咱也甲主耶稣基督同国活。所以每一日，咱拢是活出新的生命，每一日也拢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日咱拢有新的愿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水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